75歲退休物理老師林振山自述養老心酸，住仔屋只因雪櫃放一塊臭豆腐被辛苦掉咗，日日活得拘謹壓抑。投奔女兒，卻被女婿攞出資產協議，算計我層樓同積蓄。入住高端安老院，我只係一個編號床位，深夜病重呼救，仲被護理員當成發夢。三條路徹底磨碎我老人家所有尊嚴。而家我獨自守住舊居，打理好自己起居飲食，寧可孤單終老，都唔想看人面色苟活。孤獨雖然冷清，但起碼我握得住完整自由同做人最基本嘅底氣。歡迎來到講天講地講半生。如果有一日你發現自己連喺雪櫃入面放一塊臭豆腐嘅權利都冇，你會有咩感受？你可能覺得小題大做，但對我呢個75歲嘅老人家嚟講，嗰一刻我失去嘅唔係一塊豆腐，而係我作為一個人最基本嘅尊嚴同存在嘅價值。今日我唔同大家講養生大道理，亦都唔講投資理財秘訣。我要分享嘅係一個75歲香港退休老師用晚年最痛嘅親身經歷總結出嘅血淚忠告。我以前都以為養兒防老天經地義，搵錢入安老院就可以換到專業照顧、體面晚年。世人諗到嘅所有養老路，我全部親身行過。住仔屋變成溫情包裹嘅負累，住旅屋被當成可以算計嘅資產，最後入安老院，先發現自己只係一個有編號嘅床位。三條路，一步一步剝晒我所有尊嚴，直至體無完膚。唔好覺得呢個故事離你好遠，呢個隨時係我哋每個人嘅明天。以下係我林振山嘅親身自述。我叫林振山，今年75歲。退休之前，我教咗一輩子中學物理。我呢一世最信兩樣嘢：邏輯同規律。細到電場磁場轉換，大到宇宙星體運行，萬事萬物都有秩序。我一直篤定，親情家庭都一樣，只要安分守己，真心付出，就應該換嚟安穩體面嘅晚年。但現實狠狠打醒我，我錯得好徹底。人老咗，身體唔受控，先至明白呢個世界最唔講邏輯嘅，從來都係人心。我老伴走得早，我一手湊大仔俊賢，女遠程，守住我同老伴當年一齊買嘅舊式私樓。呢間屋藏住我半生回憶，仲有老伴親手種，而家已經頂到天花板嘅綠蘿。我本來打算守住滿屋藏書、滿屋回憶，喺呢度終老。變故永遠嚟得毫無徵兆。一個平常早上，我喺浴室轉身攞毛巾，腳下一滑，雖然及時扶住牆冇跌低，但嗰一下就停嘅心跳，撬開咗我對衰老最深嘅恐懼。我坐喺馬桶上面喘氣喘咗10分鐘，耳邊淨係得自己劇烈嘅心跳聲。我好清楚，我唔可以再一個人住。我好驚下次冇咁好彩，驚我一日獨自在家跌倒，無人知曉，凍僵先至被鄰居發現。今次險些出事嘅滑倒，成咗我屋企命運嘅分水嶺。周末仔女返屋企，我哋開咗個家庭會議，睇住佢哋神色凝重，我心裏五味雜陳，因為仔女有心掛住我，亦都心酸自己終究變成需要大家一齊安置嘅負擔。爸，你一個人住，我哋真係唔放心。大仔俊賢一向係屋企揸主意嘅人。係阿爸，再出事嘅話，我哋一世都會內疚。遠程紅着眼附和。商議結果毫無懸念，我要搬離舊居，輪流去兩個仔女屋企住。按照傳統，先住大仔屋企。我半句意見都冇，心底甚至有啲期待。我以為可以彌補以前教書忙，冇時間陪家人嘅遺憾，好好享受兒孫繞膝嘅天倫之樂。搬家嗰日，我執咗好耐，陪我半生嘅物理專著，當年改到泛黃嘅試卷，我全部唔捨得掉，最後淨係揀咗幾本最珍貴嘅書帶走。我鄭重將我嘅退休金存摺同幾十萬港幣定期傳單交俾新婦蘇麗芬。麗芬，爸以後就麻煩你哋。我每月有3萬幾港幣退休金，日常開支我自己夠使，唔夠你隨時同我講。麗芬假意推辭幾句，喺俊賢嘅眼神示意下收低，面上掛住得體嘅笑容。爸，你使唔使咁客氣？一家人邊度分你我？
睇住佢滴水不漏嘅笑臉，我終於安心。我以為我已經擺明態度，我唔係上門白食白住，我係用自己嘅積蓄換一個落腳地，呢個先係家人應有嘅相處方式。嗰陣嘅我，天真到好似新入學嘅學生，對人情世故充滿不切實際嘅善意。初初住入仔屋嘅幾週，日子的確溫和舒服，我私下叫呢段日子做養老蜜月期。新婦麗芬對我客客氣氣，煮嘢食都會整軟熟，啱我牙口。孫仔讀中三，功課繁忙，但日日上學都會同我講聲爺爺再見。我都好識做，每日天未光就起身，執好自己間房，靜靜坐喺客廳睇報紙，生怕嘈醒後生。等佢哋返工返學，我主動洗碗、執屋，平日少言寡語，從來唔提要求，好似一道安靜嘅影子，小心翼翼融入佢哋嘅生活節奏。但冇幾耐，我信奉一輩子嘅邏輯喺呢個屋企徹底失效。我好似一件舊時代嘅老物件，處處同佢哋嘅現代生活格格不入。我習慣9點瞓，5點起身，俊賢同麗芬就係典型熬夜一族，午夜先瞓。佢哋朝早匆忙嘅動靜，又顯得我早起多餘又礙事。我鍾意睇新聞睇時事，但屋企遙控器永遠喺孫仔手，屏幕入面淨係我睇唔明嘅綜藝同電競直播。我試過主動融入，見到孫仔打機，好奇問佢呢個畫面係咪好似計算彈道拋物線軌跡？孫仔瞥我一眼，眼神當我係異類，淡淡一句：你唔識㗎。嗰一刻，我清清楚楚感覺到我同孫輩之間隔住一整個時代嘅鴻溝。第一次重挫我自尊嘅係一件同教書有關嘅小事。有晚孫仔攞住物理試卷喺客廳嘆氣，我一睇係一道浮力計算題，佢用傳統方法，步驟繁瑣，仲算錯答案。呢道題我太熟，當年教尖子班，我最鍾意講一套簡潔巧妙嘅解題思路。我攞紙筆，興致勃勃畫圖推演，由阿基米德原理講到等效質量分析。嗰陣我好似重回3尺講台，滿身底氣。爺爺，你呢個方法老師冇教過。孫仔聽得一頭霧水。呢套思路先貼近物理本質，學識之後，同類題目一眼就識做。我語氣帶少少得意。呢陣剛敷完面膜嘅麗芬走出客廳，望咗眼草稿紙，笑着勸我：爸，你唔好費心啦。而家教學同你個年代唔同，考試淨係認課本標準答案，你呢套方法反而會搞亂佢思路，老師教嘅先至貼合考試。講完就拉走孫仔，快去沖涼，聽日仲要上學。孫仔如蒙大赦，走得飛快，剩低我一個人僵喺客廳，手裏揸住支筆。我望住自己布滿皺紋、寫過無數版書嘅雙手，第一次感到深深嘅無力。我畢生驕傲嘅學識同教學經驗，喺辛苦一句時代唔同面前一文不值，甚至係拖累。嗰晚我通宵失眠，終於認清現實。喺呢個屋企，我唔係受人尊重嘅林老師，只係一個需要人遷就，最好唔好出聲嘅老人家。如果話學識不被認可只係失落，後來嘅雪櫃事件先係真正令我受盡屈辱。我係南方人，口味偏重，向來鍾意食臭豆腐、醃製小食。搬入仔屋之後，我一直刻意忍讓。嗰日行街時，見到正宗肇慶臭豆腐，實在嘴饞，買咗細細一塊，打算等佢哋全家出街，自己煎嚟食。我已經極度小心，用保鮮盒密封，再包2層保鮮袋，放喺雪櫃最底角落。點知第2日中午，我想開雪櫃整嘢食，點都揾唔返。當晚麗芬放工返屋企，我委婉問起，佢一邊整理食材，一邊隨口答：嗰啲臭豆腐啊，我朝早掉咗佢。我當場呆咗，好好嘅嘢，點解掉咗？味道太重啦，一開雪櫃成屋味，個仔聞到反胃，影響食飯胃口。佢先至企直身，笑容依舊得體。爸，你想食咩同我講，我買俾你。呢啲重口味唔健康，以後少食啦。佢句句都話為我好，但字字扎心。我心痛嘅從來唔係一塊豆腐，係我連喺自己屋企，哪怕係寄居雪櫃放一樣自己鍾意嘅嘢，都冇資格。呢個雪櫃，呢間廚房，呢個單位，冇一寸地方真正屬於我。我只係外來嘅寄居者，我嘅習慣，
我嘅喜好全部係需要被清除、被糾正嘅意味。我想辯解，但對上佢完美嘅笑容，最後只係講出3個字：冇所謂。由嗰日開始，我更加沉默，唔再主動融入，唔再發表任何意見，將自己縮喺細細嘅客房入面，除咗食飯、去洗手間，幾乎唔出房門。我以為我夠忍讓、夠低調，就唔會成為任何人嘅負擔，但我又錯咗。我以為嘅體諒，喺仔女同新婦眼中，只係更加沉重嘅累贅。嗰日日間飲多咗茶，深夜瞓唔着，凌晨1點幾，我靜靜走出房，想去客廳倒杯水。客廳漆黑一片，淨係主人房門縫透出一絲黃光。我啱啱行到客廳中央，房入面壓抑嘅對話清清楚楚傳入我耳中，係麗芬帶住委屈嘅哭聲。我真係頂唔順，佢日日匿喺房唔出，又唔出聲，成屋氣氛壓抑到死。我每日放工返嚟，一諗起屋企有個唔出聲嘅老人家，就頭都痛。細聲啲，唔好俾爸聽到。俊賢嘅聲音滿係疲憊。聽到又點？我講嘅唔係事實咩？自從佢搬入嚟，我哋生活徹底亂晒，唔敢約朋友上嚟聚餐，周末想瞓個懶覺都唔得。我哋兩夫妻相處都要提心吊膽。呢個屋企已經唔係我屋企，佢成個監控一樣，我真係崩潰。監控呢2個字，好似寒冰尖刀插落我心口。我僵喺原地，渾身冰冷，手中水杯脫手跌落地，碎到一地。房入面嘅對話即刻停咗。幾秒後，俊賢同麗芬着住睡衣企喺門口，驚慌望住滿地碎玻璃同我。我冇抬頭，彎腰想執碎片，但對手震到根本握唔實。良久，我企直身，語氣平靜得可怕。對唔住，打攪你哋。我冇返客房，獨自企喺露台。初冬冷風撲面，我一啲都唔凍，因為個心早已凍僵。原來我唔係老豆，唔係爺爺，只係一個監視佢哋生活嘅監控，一尊最好唔好出聲嘅大佛。我處處遷就，事事忍讓，換嚟嘅只係嫌棄。嗰一刻，我徹底明白，呢個屋企從來冇我嘅位置，我只係被親情同孝道困住，不受歡迎嘅闖入者。第二日朝早，俊賢同麗芬黑眼圈極重，小心翼翼想安慰我。我搶先開口：俊賢、麗芬，我喺呢度住咗咁耐，都係時候去睇下遠程，你哋都可以返回正常生活。兩夫妻對視一眼，愧疚底下係藏不住嘅如釋重負。我知道喺大仔屋企養老呢條路徹底行死咗，滿身傷痕、尊嚴盡失嘅我，體面咁從親生仔屋企退出，離開仔屋。我好似打輸仗嘅逃兵，投奔女兒遠程。我心底仲有一絲絲奢望。人都話女兒係爸爸嘅貼心小棉襖，應該更識得體諒老人家。初初住入女屋嘅幾日，的確係咁。遠程比新婦熱情好多，日日拉住我隻手，問我身體點樣，想食咩餸。佢將朝南採光最好嘅客房俾我，仲特意買全新床品。我冰封咗好耐嘅心，終於有啲暖意。但呢份暖意冇維持幾耐。呢個屋企除咗我個女，仲有一個關鍵人物，女婿江少宏。少宏係金融公司高層，外表體面，待人有禮，係鄰里口中嘅完美女婿。但教咗一輩子物理嘅我，總係覺得佢身上有一股疏離感。佢望人嘅眼神唔係睇親人，而係評估投資項目，冷靜、客觀，充滿算計。佢對我呢個岳父周到得冇得彈。每日放工返嚟，第一句一定係：爸，今日身體好嗎？有冇睇新聞？寒暄幾句就會不知不覺將話題扯去金融理財。爸，聽遠程講，你幾十萬積蓄一直擺銀行定期。佢一邊削蘋果一邊隨口問。我點頭，存咗好多年，一直冇喐過。爸，你嘅理財觀念要更新下。而家通脹咁犀利，錢擺銀行只會不停貶值，筆錢交我打理，保守都有8到10個點回報，啲收益留返俾你日後看病養老，剛剛好。通脹、資產配置呢啲術語我一竅不通，我只知呢筆積蓄係我最後嘅底氣，我唔想冒任何風險。我笑笑扯開話題，
冇接佢說話。但邵宏對我嘅資產格外上心。冇幾日，佢又出聲提議：爸，你層舊居而家空置，每月都要交管理費、差餉，空住太可惜。我同婉晴大哥傾過，趁而家樓市行情唔錯，賣咗佢。賣房嘅錢一部分理財增值，一部分俾你安排優質養老，仲可以帶你去搭郵輪旅行，出外散心。我心頭一緊。呢層舊居係我同老伴一手一腳賺返嚟嘅家，係我最後嘅退路同念想，我從來冇諗過賣。我望住邵宏，佢面上依舊係精英式嘅和善笑容，背後卻係不容拒絕嘅安排。我終於明白，我喺仔屋企係多餘累贅，喺女屋企就係一件可以計算價值、等待開發嘅資產。徹底擊碎我防線嘅係一場所謂嘅家庭財務健康研討會。嗰晚邵宏、婉晴特登叫埋俊賢同麗芬齊齊坐喺客廳。邵宏攞出電腦投屏，清一清喉嚨，宣布開會。我呢一世做夢都諗唔到，我嘅晚年會變成一份 PPT 議題。佢整嘅 PPT 排版精美，圖表、數據、趨勢曲線密密麻麻。首頁標題赫然寫住林振山先生晚年生活品質保障及資產優化配置方案。佢由我嘅年齡、健康指標講起，引用香港最新人均壽命數據，推演我未來潛在嘅大額醫療開支，再結合通脹率計算，得出結論：我嘅資產如果繼續閒置，幾年後我嘅晚年生活水平會大幅下跌。最後一頁係佢哋嘅終極方案：出售我嘅舊居，整合我所有積蓄，設立近1000萬港幣嘅林振山養老專項基金。講完，佢從公文包抽出一份裝訂整齊嘅文件，一式3份分俾我、俊賢同婉晴。封面大字寫住家庭養老贍養協議。我戴起老花鏡，雙手震住翻開，入面嘅內容令我心驚肉跳。通篇係冰冷嘅商業條款，法律術語，半分人情都冇。協議寫明，舊居賣房所得，存入由俊賢、婉晴、江邵宏3人共同監管嘅賬戶。我每月只可以支取5000港幣零用，但不過1000港幣嘅非必要開支，需要3人一齊簽字審批。甚至連我日後重病嘅治療方案、醫療開支取捨，都由3人以資產效益最大化原則決定。協議最後仲有一張贍養責任分工表，清楚寫明兩家輪流照顧我半年，節假日探視時間全部列明。我一頁頁睇落去，氣血上衝。我嘅樓、我嘅錢、我嘅晚年、我嘅生死決定權，全部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我唔係佢哋嘅老豆，只係一個需要被監管、被拆分、被算計嘅資產項目。我抬眼一望，俊賢同麗芬低頭睇協議，頻頻點頭。婉晴一臉無助，淨係識望住老公。得邵宏雙手抱胸，滿面得意。我忍唔住怒火，將協議重重拍喺茶幾度。巨響令所有人抬頭驚呆。邵宏，我聲音震住，我問你，喺你眼中，我林振山到底係你岳父，定係你投資組合入面一支風險偏高、隨時需要清算嘅股票？一句說話令全場死寂。婉晴面色慘白，俊賢兩夫妻尷尬到極致。但邵宏一啲都唔慌，推一推金絲眼鏡，溫柔又冰冷咁開導我：爸，你唔好激動，我知你一時接受唔到，但我做呢啲全部係為咗你，為咗成頭家。情感虛無縹緲，冇得保障，風險先至可以提前規避。呢份協議既可以保障你晚年安穩，亦都可以避免大哥同我哋日後因為贍養同錢銀問題爭拗。呢個先係最穩妥嘅親情，最穩妥嘅親情。我反覆咀嚼呢句話，荒謬同悲涼席捲全身。我笑到眼水都出，我收住笑聲，望住佢哋，一字一句咁講：邊個屋企我都唔住，送我去安老院。我直視邵宏，起碼安老院係我俾錢買服務，明碼實價。呢筆交易比你哋呢份所謂體面親情乾淨坦蕩得多。我嘅決定令佢哋措手不及，但我睇到佢哋眼底全部係如釋重負。送我去安老院，好似係一次性解決我呢個麻煩嘅最佳方案。就咁，嘗盡寄人籬下嘅冷落，
親情算計嘅寒心之後，我好似一件被推來推去嘅物件，最終被送入我曾經最抗拒嘅安老院。仔女大概係有啲愧疚，幫我揀咗一間口碑極佳、香港高端私營安老院，獨棟小樓、庭院花園，裝修媲美5星級酒店，宣傳標語寫住為長者打造5星級家園，收費自然拔飛，每月成4萬幾港幣。我冇異議，用自己積蓄預繳咗1年床位費。嗰陣我天真以為俾得起錢就可以換清淨體面。初入院嗰陣，我甚至有錯覺，覺得呢度可以安度餘生。獨立單人房，註冊護理員，每日送餐，定期活動，一切規整高效。但冇幾耐，我看透咗呢份專業照顧背後嘅冰冷。喺呢度，我嘅姓名徹底消失。我唔再係林振山，唔再係林老師，唔再係邊個老豆。所有人淨係會叫我3樓402床。護理員每日準時入房，語調機械。402床，探血壓。402床，食藥。笑容標準，態度客氣，但半點溫度都冇。我嘅過往、學識、閱歷喺呢度全部係多餘。我帶咗幾本珍藏物理書放床頭，第2日就被清潔阿姨收走，話病房要整潔，唔可以堆放雜物。我試過同年輕護理員傾物理，講宇宙奧秘，對方只係敷衍笑笑，轉身就走。我終於醒覺，呢間高端安老院需要我扮演嘅唔係一個有思想、有情感嘅人，只係一個身體指標正常、方便統一管理嘅養老樣本。我嘅存在被簡化成血壓、血糖、心率、排便記錄嘅一張張數據紙。只要指標正常，我就係合格長者，冇人理我孤唔孤獨、痛唔痛苦。我日日觀察院內其他長者，大部分都好似失咗魂魄，日日臥床、坐輪椅，眼神空洞。偶爾有仔女探院，相處都係疏離尷尬，傾兩句就不停碌手機，匆匆走人，好似只係完成任務。我喺呢度識咗最後一位老友，隔壁401床嘅老趙，退伍軍人，比我大3歲，入院半年，早已看透院內冷暖。一日午後，我哋喺花園曬太陽，佢遞支煙俾我，低聲勸我：老林，我送你一句忠告，喺呢度千祈唔好當自己係完整嘅人，唔好指望護理員會當你係親人。我哋只係編號床位，佢哋只係返工員工。一旦你想揾關懷，想有人疼，最後只會輸得徹底。當時我仲覺得佢太過悲觀，直到幾日之後，我先至知道佢講嘅句句屬實。老趙深夜突發急性心梗，走得好突然。第2日清晨，我親眼見2個護理員面無表情推住白布轉運車，從401房離開。中午未到，清潔姐姐已經徹底執乾淨間房，新嘅長者即刻入住。仿佛老趙呢個人從來冇出現過。我企喺窗前，心寒到極致。我哋真係唔係人，只係一個個可替換嘅床位。呢條養老流水線唔會為任何人嘅離開停低。真正壓垮我嘅係一場兇險嘅肺炎。當時天氣就冷，我唔小心凍親感冒。安老院人多密集，感冒好易惡化。由最初斷斷續續咳嗽，變成日夜不停咳，咳到胸口刺痛，夜不能眠。院內醫生簡單問診，開咗普通藥，病情完全冇好轉，一路惡化成肺炎。有一日深夜，劇烈咳嗽將我從睡夢中別醒，肺部好似破舊風箱，點樣用力都吸唔到氣，胸口好似壓住千斤巨石，每一次呼吸都係撕裂咁痛。我知道自己撐唔住，用盡最後力氣撳亮床頭緊急求救掣。紅色指示燈喺漆黑房間度亮住，好似一雙冷漠嘅眼，靜靜睇住我垂死掙扎。1分鐘、5分鐘、10分鐘，走廊死寂，淨係得掛鐘滴答作響。我意識漸漸模糊，氧氣越嚟越稀薄。我絕望咁諗，難道我就要咁無聲無息，獨自死喺呢間冇名冇姓嘅單人房？就喺我快要失去意識嘅時候，房門終於推開，一個睡眼惺忪嘅年輕護理員入咗嚟，明顯係被警報吵醒，滿面不耐煩。佢連大燈都冇開，淨係靠走廊微光，懶洋洋問我：林爺爺，
你係咪發噩夢啊？呢句話擊碎咗我最後一絲希望。我唔係發夢，我係真實重症窒息，瀕臨死亡。但喺佢眼中，我瀕死嘅掙扎，拼命嘅求救，只係一場打攪佢休息嘅噩夢。我無力爭辯，成身脫力。嗰一刻，我徹底通透，就算係收費昂貴嘅高端安老院，都買唔返做人嘅尊嚴。我嘅生死悲歡，只係佢哋返工入面一件微不足道嘅麻煩事。我半生學識，一輩子體面，喺呢度全部係笑話。我一定要走，就算前路係刀山火海，我都要逃離呢間用錢堆砌、光鮮冰冷嘅牢籠。肺炎康復之後，我第一件事就係打電話俾我以前教過嘅學生，而家執業嘅律師。幾日之後，我喺充滿消毒水味嘅安老院會客室，召開咗我人生最後一場家庭會議。俊賢、遠晴、邵宏、麗芬全部到齊，個個神色不安。我冇多餘鋪墊，靜靜從袋入面攞出兩樣嘢擺喺台面，一份係邵宏當初起草嘅家庭養老贍養協議副本，一份係我預繳1年60萬港幣嘅安老院繳費收據。呢份協議，我指住文件，令我看清喺你哋心中，我只係一件可以估值、可以分配嘅資產。呢張收據，我轉向單據，令我明白，就算我俾錢消費，都買唔返做人嘅尊嚴。我望住佢哋由紅轉白，面色鐵青，繼續平靜講：我已經決定，我 Layers 舊居交由律師全權處理，積蓄設立不可撤銷嘅生前信託。以後我嘅生活、我嘅醫療、我嘅所有開支，全部由我自己話事。我唔會再踏入你哋任何一戶家門，亦都唔會再入住任何安老院。遠晴當場崩潰落淚：爸，你講呢啲係咩意思？你唔要我哋咩？我心底仲有一絲柔軟，輕輕講：唔係唔要你哋，係我想自己過日子，你哋都可以放下贍養嘅重擔，過返自己嘅生活。我辦妥所有手續，離開安老院，返回積咗薄灰嘅舊居。我冇買樓，反而用積蓄翻新全屋，拆晒所有門檻，浴室加裝防滑扶手同軟墊，換咗可升降護理床，全部按照長者安全標準整。我冇請全日外傭，只係幫襯社區養老服務，每日有人送3餐上門，再請鐘點工人每日上門2小時，幫我執屋、洗衫、陪我傾偈。而家我嘅日子好簡單，亦都好冷清。大部分時間，我坐喺窗邊藤椅睇書、聽電台，靜靜望住樓下街上車水馬龍，人來人往。仔女都有拎住營養品上嚟探過我幾次，企喺鐵門外面，神色複雜。我冇開門，只係隔住門簡單寒暄幾句，就請佢哋離開。世人話我狠心，但我知道呢個係我守住最後尊嚴嘅唯一辦法。而家好多人問我，一個人獨居，日日孤孤單單，你唔驚咩？我老實答，我驚。我驚自己跌倒無人扶，驚一覺瞓落就醒唔返。但比起死亡，我更怕冇尊嚴咁活着。以前我以為養老得3條路，靠仔、靠女、靠安老院。走完3條路，我先至徹底明白，住仔屋，你係融唔入佢哋生活嘅外人，你存在就係打攪；住女屋，你係被算計嘅累贅，你嘅價值淨係得金錢可以衡量；住安老院，你係一串冰冷編號，你嘅生死悲歡只係別人工作嘅瑣事。所以我以75載人生閱歷，以晚年最痛嘅經歷，奉勸所有即將老去或者已經老去嘅朋友，寧願好似我咁守住滿屋藏書，獨自承受寂寞，安靜走完餘生，都唔好寄人籬下，看人面色苟活。一旦你嘅衣食住行、喜怒哀樂，最後一絲尊嚴都要交由別人掌控，咁樣活着真係生不如死。孤獨雖然冷清，但孤獨代表自由，代表我嘅人生乾淨自主，完全由我自己話事。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個故事，哪怕得一句說話觸動到你，都請俾個讚，分享俾你愛惜嘅人。記得訂閱我哋講天講地講半生，人生路上彼此陪伴，一同成長。多謝大家收睇。